高雄市有一个姓柯的查甫人，唔知影是贪方便，还是驶咧佚佗，抓甲猪哥车驶去到路里，桥倒摆民众看袂落，就甲伊砸落来，双方起冤家。因为这猪哥车是袂使驶上路的，所以这驾驶嘛去互警方开3000块的罚单。是那个对讲机不能行驶在道路上。 警察接到报案到现场，直接先开一张3000块的红单。10早起，这个姓柯的查甫人甲追高机当作车咧驶，大司机开伫车路顶赶走，有机车驾驶看袂过，甲砸落来，讲安尼伤危险。不过追高机驾驶煞呛声讲出代志伊会赔，双方因为安尼起冤家。我去关好不好？不然你说出事情，如果到那就不要这样开就好啦。非属汽车范围而行驶于道路上之动力机械，处所有人或驾驶人。 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款。因为视线无好，死角这危险性伤悬，追高机是禁止驶上路的。若是要锁规，拢爱用车辆载才袂违法。不过也是常常会当看到有业者偷食步，追高机驶伫车路顶。其实交通部去年底有讲，按算要来修法，有条件开放追高机申请临时牌照驶上路，业者也认为确实有需要。方便性较无受限啦。 因为伊会当咧操作，就像咱一般咧开，不会受限说会袂当去开上迄个一般的道路安尼啊。交通部依据新法规定，要申请临时牌照的追高机，驶的路程袂当超过3公里，而且包括追高机甲相关安全配备，拢爱符合标准。虽然有条件开放，要互业者方便，不过无论法令是毋是有修改，也是爱遵守规定，因为安全第一。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。